歡迎大家收睇 ePrice Hong Kong 嘅 channel。我哋一齊嚟睇下呢兩日嘅科技新聞。三星 Galaxy S25 Edge 全規格曝光，預定5月13號登場。三星新一代旗艦手機 Galaxy S25 Edge 即將問世。繼日前傳出喺5月13號正式發表之後，近日喺網上更加流出完整規格、官方渲染圖同歐洲售價資訊，幾乎揭露所有細節。根據最新嘅傳聞資訊，Galaxy S25 Edge 喺德國市場嘅建議售價256GB 版本1249歐元，512GB 版本係1369歐元。市場定位介於 S25 Plus 同埋 S25 Ultra 兩款旗艦機之間。S25 Edge 將會提供3種鈦金屬色系，包括 Titanium Jetback、Titanium Icy Blue 同埋 Titanium Silver。機身設計延續簡潔利落風格。外觀質感有好明顯嘅提升，搭載2億主像素鏡頭，新機採用6.7寸 AMOLED 螢幕，解析度去到1440×3120，支援120Hz 更新率同螢幕下嘅超音波指紋辨識。正面玻璃採用 Corning Gorilla Glass Ceramic 2，而背面就使用 Gorilla Glass Victus 2，再搭配埋鈦金屬邊框，整機厚度淨得 5.85mm， 重量僅為163g。成為歷來最輕薄嘅 Galaxy 旗艦之一。核心規格部分 ，Galaxy S25 Edge 搭載 Snapdragon 8 Elite for Galaxy 處理器，搭配12GB 記憶體，主鏡頭係2億像素，1.7光圈 OSI 防手震，搭配1200萬像素超廣角鏡頭，就連前鏡頭都同樣係1200萬像素。系統預裝 Android 15，搭配最新嘅 One UI 7界面。仍然保留無線插電同埋 IP68 防水。為咗追求輕薄手感 ，Galaxy S25 Edge 電池容量淨得3900mAh，係 S25 系列入面最細嘅。不過依然支援無線插電同埋 IP68 防水防塵等等嘅完整旗艦功能。根據傳言，呢一部機將會喺5月13號正式發表，並且預計喺5月23號先行喺中國同埋韓國開賣，月底會陸續拓展到其他嘅市場。我哋再嚟睇下另外一單新聞，劈價2000 ，Samsung Galaxy S25 Ultra 減到7字頭，係入手嘅時候。Samsung Galaxy S25 系列喺年初推出，已經過咗幾個月，開賣嘅時候有早鳥優惠，之後減幅唔算多，8-9千蚊都係有啲貴。不過近日有網絡商做母親節活動，減到7字頭，網友會唔會覺得吸引度大增呢？想知道詳情就繼續睇落去啦。CSL 同中國移動香港都有減價，喺 CSL 網站，一般街客淨機購買256GB 版本原價9898，降到9378。如果係 CSL 客戶嘅話，就減到7778，減幅足足達到2120蚊。至於512GB 版本，售價就係8378，1TB 版售價11478港元，但係呢個版本已經售罄。網店仲有其他嘅優惠，可以5折加購指定嘅 S25 系列配件。至於中國移動香港網站，淨機購買冇特價，不過中國移動客戶購買就同樣有減價，分別係256GB 售價7798，512GB 8398，而 1TB 就係11498，目前有貨。除此之外，買機就送 Samsung S25 Ultra 螢幕保護貼同埋保護套裝。規格方面 ，S25 Ultra 沿用鈦金屬作為機框物料，而且螢幕玻璃採用新一代康寧 Gorilla Armor 2，更耐刮同埋可以減低反射。螢幕邊框縮減咗15%，體積同上代接近，但係內置咗更大嘅6.9寸 Dynamic AMOLED EX 平面螢幕，而解像度就提升去到3120×1440。S25 Ultra 採用高通為三星設計嘅 Snapdragon 8 Elite for Galaxy 8核心處理器。據悉，呢款處理器嘅 CPU 效能比上一代提升咗37%，GPU 提升咗30%，NPU 亦都比上一代提升咗40%。另外，手機亦都搭載咗5000mAh嘅大電，支援45W快充。相機方面部分，最大嘅升級就係 S25 Ultra 嘅超廣角鏡，由12MP 升級為50MP。其他部分嘅升級幅度唔大，標準鏡頭同樣係2億像素 OSI 鏡頭。另外搭配10MP 支援 OSI 嘅 3X 長焦鏡頭同埋50MP OSI 5X 長焦鏡頭。今集嘅 ePrice 新聞就嚟到呢度，我哋再會。